请问，若要形容人做代志吼少流力的，咱会用倒一个词咧 ？A. 马青 B. 流力 C. 铺路啊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阿油啊，铺流啊，真的。你这就怕念的啊！好难哦。我们浏览，马上去。马马上马青我流力。这队有够高雄人，有够巧的啊！有影。这代志嘿，阿萨利啦，溜利啊，溜利啊，伊不是流，伊是流力哦。哦。马青流力铺路啊。就溜。啊，你我要确定啊！你干嘛啦？我刚刚溜达，阮是刚刚 B 呢，溜达，好，你的答案是，我的答案是溜达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流力对唔对？因为音加成会甲恁怪一下，吼，好，不要紧，机会吼，先摆一下，吼，先摆恁知影无？我呢感觉是足 A 啦，A 啦，刚头那就是卡手足紧的，哦，美俩，做美俩，卡手足好诶。啊，厝的老伙也捌讲过这哦。做代志卡就较美切呢。哦，所以听过老伙也讲过啊，应该拢会知啊。是，所以恁的答案是 A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美切对唔对？哎呦，恭喜哦，你得6斤了。因拄则一直误会讲，迄个第2个是溜力，啊，其实题目内面就是溜力。溜力啊，对啊。哦，所以无可能溜力的答案是溜力嘛。是。哦，啊，所以迄个第2个答案是溜力啦，吼。讲这代志足歹溜力的。嗯。就是歹处理啦。哎呀。啊，第一个马青吼，伊拄则其实迄个咱这个队长吼，伊讲的讲马力。嘛是同款的意思啦，马力甲马青是同款的意思。啊，因为咱答案内面无马力，所以敢会当选马青。我骹手较马青咧，甲骹手较马力咧，甲骹手较溜力咧，意思拢同款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老师，迄个铺路啊是？铺路啊，铺路啊，你看，铺路啊就是大约啊。大约啊，这个代志我铺路啊知，小可知，溜溜啊知。